白衫嘅英格蘭相隔24年再喺世界盃同阿根廷交手，上半場雙方多次埋身攔截，一共19次犯規，但未有紀錄，維持0-0。英格蘭派出摩根羅扎士取代馬道基，換邊之後佢交出助攻，安東尼哥頓55分鐘入楔建功，為三獅軍團先開紀錄。阿根廷尾段全面佔優，先有麥亞里士打頂中柱，追平一球靠安素費南迪斯接應美斯嘅助攻遠射破網，85分鐘追平1-1。英格蘭全攻退守，阿根廷就乘勝追擊，麥亞里士打射門再度中柱，去到補時2分鐘，由後備兵拿達路馬天尼斯頂入奠定勝局，助攻嘅同樣係美斯。阿根廷以2-1淘汰英格蘭，連續2屆打入決賽，將會對西班牙，力爭成為歷嚟第3支球隊成功衛冕。足球暫時未能夠回家，英格蘭落入季軍戰鬥法國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子謙道。環法單車賽，韋倫斯爾贏出第11集。